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听个人岐山吼，有啲几特别的一个沙器，呀沙器喏，伊可以同我哋睇人沙些婚纱照，同时话有啲乡村音乐剧，同时伊话有嗰啲自传茶嘅设计行，还有啲几特别的阿妈嘅咖啡店嘅。哎呀，沙器喏，其实我做暗号係因為有幾多嘅職工，還有我哋呢幾多嘅朋友向我來聽數。可能今日有唱到路喺我哋啊，幾特別的一個岐山呢，岐山期，我哋鹽湖沙期嘅理事長傅坤之理事長來到我現場，也同我哋分享講，伊哋很用嘅去看對我哋呢沙期裏邊嘅睇人沙，同時用嘅去看對我哋沙期裏邊事情，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呢傅坤之理事長來到現場。理事長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傅坤之。我哋理事長想問一下吼，因為佢係岐山期鹽湖沙期嘅理事長嘛吼，係，本地係哪人啊？本地都岐山啦，對於面農辦過落嘅，韓式攏第一個客家種生長安尼。你根本你係你這個嘅岐山，因為岐山人提供岐山幾多還是好多年，咁你嘅岐山你話我講唔好講行咯。因為我有一個總頭啊，都對面農福安啦，逐條背過來。幾個總頭嚇，攏擺過睇總頭也都200人夫人，中線幾總頭攏喺度行嘅。嗰種對你講辦事時間睇下沙期睇，可是其實用客話講法，都講算是幾方便的一件事情。係錯，因為幾個總頭攏講客話嗰度，我有一些好錄嘅。去聊先咧，去聊先咧，對，攏係啲北埔朋友辦下來啦，係咪？係錯，係。但是係咪聽我哋節目開始嘅時候，都同我哋咧觀眾朋友同我哋紹介一下講，鹽湖沙期，而且係更加差唔多有多年，然後同時大部分嘅年齡層係用嘅咯。一下沙期，一下統治出來都，可能目前有喺那底下頭前通人嘅，最主要是講一條老人家。咱們還能21%個人的裝備嘅，好上嗰種地羅貝做些啦，就家人都會過來用啊。其實21%上啊，見講啊，啲沙期嘅比例地個算是個正常吼，因為其實我哋嘅老年化沙期是在睇台灣來講，話有些品種其實幾多，幾多人如睇外面工作留咧係沙期地位，大部分都真係留我哋咧。中高年的睇現實嘅，超高年嘅，超高年嘅差唔多。咁從這個部分看到個人強，我講當初我想，我一接係被沙期嘅理事長，因為其實理事長做事情幾多呢？當初是因為講我係啲特殊一項，我爸都係啲天二咩理事長，對特殊嘅事情都比幫你做忙嘅嘛，都推應過來嚇，冇做出一參嘅又比幫過來，所以。做嗰條條攏同沙期有關嘅，還有再加上來本身嘅專業係數亞是同廚具，所以啲幾個沙期幾個天氣來講，係都幾熟悉啊，都幾多條都同沙期有夾雜到嘅。不過嗰種即係本地嘅工作都數亞是同嘅我哋個廚具嘅部分，等於如果數亞是從沙期裏邊都等人嘅工作嘅範圍。從無都等到講家家戶戶其實太有落地啦，因為嗰種我嫌人亞視嘅時候，其實太有落地講也家戶地位平常人都係喺讓伊啲老人家睇到卡，還是兩個老人家睇到卡，生意都過來嘛，佢多多少少都太有落地都出地都純鬆心嚟用嘅啦。比人過厲害啦，係啊，比我學長都。做警察嚟，我比係個韓國先生。係啊，嗰種其實按你工作特性啊，來做沙期嘅工作，真係感覺到幾適合。因為有時間，可以譬如講有時拍馬發通，冇得講有乜嘅貼鋪啲沙期嘅工作嘅時間，其實都可以去講掌握到社區嘅一種人口嘅一種脈動啊，咁從等即個接理事長以後，你更加有乜嘅係發通係你嘅開始睇一次睇這行業嘅發通。可能目前的話都嗰度都3V9嘅，基本都係你3V9嘅都，一下1到8老人家攏有送早晨課同下午課。算是關懷據點嗎？關懷據點，嗰個C5。C5。所以可能第一個部分都基本咧，係咪加上可能一個水保區、農業區，一條環保區嘅一時候咧，
来做沙器的部分啊。最主要是讲分沙器啊，看着鼓腔、鼓脑，分装批、分子贡有嘛对一个地方各有感情。当初我想爱去做沙器的关怀基点咯，因为其实有的我认为讲，虽然讲做到死我批的人讲工作人员的养分嘛吼，但是其实一个礼拜要做5日，对于的沙器来讲的话，伊真是无按照伊天数呢。那当初一开始都做到5日系咪？冇，还对1日、到2日到3日，可能都来花2年的时间。2年，其实很快讲呢，很快讲。最主要是可能的子宫会辛苦，嘛要感谢人，因为可能的发动做乜嘅拢有就子宫，按部伊磨都免疫了，可能就会轮流。他可能会调一下时间，来他可能天数一下。像可能他人啥当初是包饭下主题如果过年，像呀过年来讲，会留下底下来休息，吹冷气接满下主的课程哇，那其实几好，因为等于如果一般人能过去睇路卡中国嘅话，一方面路这个聊这个天，一方面有时睇人睇路卡中国我随便是，还有些动作。有些模式，但是睇我哋关怀基点嘅话，他人做嘅至少，他人强下是安尼。各有称，各有称，过来还有准备一些有啲磨土类嘅道具，还能有关怀嘅，还会送过去俾人哋，还能隔壁邻晒有啲病人，也嘛有列管，有啲道具也嘛会送传。所以还能会搭配眼睛用的搭配下咧。嗰種等於如果沙器同我哋鄰近附近嘅一啲我算機關單位，其實係要互相去合作嘅啦。對我哋沙器地步嘅我哋咧獨居老人啊，無論講去特別去照顧我哋喺現實嚟講嘅話，其實嘛係一種算是一種幾好嘅福利啦。咁即個接理事長以前啊，睇入去我哋講我哋關懷我哋上我哋協會地步，以前有做過乜工作？忙接理事長前是接我前理事長的產業顧問，因為我對規個沙器啦規個體系攏有熟，包括一條機關，包括條大學、高中，啊條學校攏熟，所以就一條資源去對整合，同沙器有需要我發展乜嘅東西，還有透過一個去同一條資源結合啊。安尼過特別，因為是過時有看到我哋咧沙器嘅發展協會地步有安尼特別嘅產業顧問一件事情因為有啲人因為講也都理事長嘅事情啊，總幹事嘅事情啊，冇一個特別嘅一個職位講係一個產業嘅顧問啊，但是也會東西話過重要，如講其實真係附近嘅資源要整合，冇講我哋今日有沙皮橋嘅有乜個東西安尼都好嘅，其實有時隻他跟人互相整合起來，其實對我哋沙器嘅人來講嘛，可以過好。咁一般來講嘅話，我哋職工，你職工有分組冇？你咧組地方有乜個工作嘅內容？職工當初我事業是個無限嘅啊，因為時間上嘅呢。當初要接一系列演員，如果有職工，攏有分組5組人，有活動嘅、發動嘅啦，有廚房嘅啦，有做點心，有做一條關懷選一條老人家嘅啦，還有醫療組嘅啦，演員分組5組出來，所以我喺時間上我都常負責咗去整合一條強下樣做樣嘅協調，也講大家人一樣做，我嚟做整合嚟睇協調啊。而家嗰度沙器櫃台問題嚟講，以前咧職工其實冇多人，冇像你話可以分5組。佢像一般嚟講，人咧一個職工地步差唔多要多3人咯。係咧職工差唔多25、26個。幾多呢？你算幾多嘅啦？下擺假日啦，會幫助人哋後生嘅出來。因為你哋職工古來有協調，幾下都下協調做乜嘅，所以會來去。嗰種人意識人沙職工來講嘅話，一般來講，伊哋年紀太有多少啊？係呢邊咧南面人過少。問題是講係有專業嘅協調，各種嘅協調，都會歸去團員都開，安那大行出來，一般係咪要辦下就出來係會團人就泰國講出來做乜天數人都會講平常時他家人就話像可能有資源。
吼，鱼啊都一路抢到泰国做，面遐用咧做嘛个吼，伊关心一下呢，所以伊也唔会伫婚姻家会伫用个沙琪如果高风险嘛。我们说其实我们台湾的沙琪伊的夫妻的伊的角色，真是让人的呼应感，我的女性同胞啦，因为真是伊连照顾迄路卡以后，有时太生意的太也。可能小学啦、国中啦，平常伊连去读书的时间，都看嘛照顾好以后，伊真正如果出来做沙琪的事情，嗰度男人还是要出外去工作，嗰度其实本来我哋台湾的沙琪地位，真是按那个角色的分配，真的几特别。好，我们真的是按那个女性撑起社区的半边天呐，真是睇有些睇我哋平常来讲嘅话，又还有我哋高雄的一些企业嘅沙琪的特色，真是按我哋什么嘢都做轻轨头力量啦吼。佢像人即家啊有医生人嘅在加上平常时话有嗰種生意嚟我幫助啦，問題係生意嚟，我幫得出咯。有啲時候想我哋不用加為你啊，總要出去做沙琪嘅事情。因為沙琪係當初就上嗰種方式的，包括到好多面加工嘅東西。啊，要含啊到客講可，比如講啊沙琪入邊生意咧，有啲土農教嘅啦，都啊如啊客講學嘅東西係同合作。啊，你放出来对啊，沙琪做诶，你本人拿出去分享，啊，出大陆分做沙琪做基金的部分安尼，所以因为过来你安尼天数，还种安尼凤梨酥哈，啊，其实个特别伊安尼伊个米糠去做诶皮，好，啊，伊马上还农教诶欣赏，好，带门学生诶基准出来诶东西，诶产品。可是等于如果我哋其實係用一種方法去同人生意做合作啦，吼。可是其實唐多件我朋友都講我哋養虎沙琪，如果係啲嗰啲東人嘛係啲嗰啲發牌嘅沙琪，有時下我哋下我哋買嗰度嗰陣細故事咯。翻過來，復起來，上一節目我哋來自高雄市旗山區養虎沙琪發展協會嘅理事長傅坤志理事長，喺現場同人講，入邊沙琪係到底係樣嘅一種情形，同時我哋咧協會做乜事情？我想請問一下吼，咁近間，因為你即係頭一講，其實你有啲沙琪嘅講法幾點嘛？那同時嘛同我哋咧府區咧嗰種我哋資源嘛整合嘅規劃，咁近間咯，近間唔哋有乜嘅整體多去做一啲發通。今年呢有發通路伫9月份呢是發通有泥巴節，含個特殊哦，有幾個泥巴節哈，同含咧水保區同埋農業區配合嘅哈，每年我辦嘅發通啊，本都市人來鄉下來也交一條水交條奶，啊同一條裝備員好多乜東西也看得到啦。唔過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談到泥巴節一件事情吼，有一定會感覺到，佢特別嚟講，雖然佢講來交水來交奶，但是當初怎麼我想到來有啲泥巴節呢？是因為講也附近啊，能講佢出產佢度嘅水，佢度嘅奶嚇，平常我睇嘅交奶交水嚇。一開始係咧前總幹事啦，伊本身係咧伊個做20年嘅伊個有機嘅農戶啊，伊嘛算伊個教音樂嘅阿爸喊伊過來，你開田無人工嘅吼，啊係咧田水來吼，你係咧佢重要嘅對係咧男子時吼，去引進來嘅，對日本時代都純粹引入來，吼做灌溉啦，就吼一個水。啊，伊嘅田係咧有機嘅，所以係根本人係教，嚇，係第一年嚇係咧邊樣有田資源啲嘛，演出來嚇，啲你巴當啊咧弄係咧匍匐前進嚇，去溜緊樣嘅，嚇，啊你同人沙琪都打造一片啊咧，做一個活動啊咧，嗰時都真是我哋，你把伊啲田拿嚟養水。不用安尼扭，然後真係去交奶都錯嘅。係錯。咁我睇上面拍賣嘅嗰啲城市嘅發通喎，本thân人可以，譬如講頭先講嘅啊，匍匐前進啊，冇得講嘅。像有啲人啊，譬如講我過段時間有時我睇奶行，譬如講做樣啊摔跤啦呢，咁有安尼
可能有比赛彩球啦，拔河啊，拔河，可能有做可能抢回流个种个杠，白的人伫中国咧上餐，牛的上吊啦，然后白的人牛的上吊，还有绑太少，嗰种迄全部很奶水的地方，我是佢真係都幾好講，因為這個唔敢彎嘛，有時候要故意去變彎，咁我是感覺到講，咁從唔按你法通來講嘅話，以前來參加嘅聲音嘅嗰度係睇你嗰度啊？一般啊，先下一教嘅攏係叫做老人家先下一教。老人家先下一教。係啊。係哦。哪咪田安尼佢叫無人嘅又冇錯係。一就好不面也2年下來大部分攏都一就死去嘅一種啲嘅朋友其他xã區都含幾個後生嘅帶着孫咧一就去下來教安尼係啊，因為真係睇下你啲，可能講有機無托嘅啲天地位真係不會俾人家個安心去拿嘅拿，同時你講其實可能，我相信佢當年一天慢慢都因為發動過啲病，但是我一直想到講，對佢對爸爸媽媽來講嘅話，我想問一下，教係哪些人啊？可能要準備一條流通法片數，可能要關係一條一個關係地方，農業區嘅方面，可能幾百地方都有一條東西，可能本身可能總幹事要重提嘅重組伊本身都有教音樂，要同一條農擺一條樂器班嘅總先他們都要都嚟創下做得。伊演技表演一條大鼓創啊，做得很多無像侬一開始一下有唱冇俾人家錄音嘛，後邊面都係自己xã區組嘅方面都做一個表演呢個發通。咁從我哋發通係啦，有時候個妒忌呢，咁xã區有準備，譬如講某個試嘅東西本來就參加嘅冇。可能要辦一條xã區年輕一條xã區也有買乜嘅東西嘅也有本身有xã區嘅打咩做過來，係冇數租金嘛，你買人都數嘢嘅可能幾社區嘅，再過來個係有講，可能有經驗要談啲講，比如講落日一日遊嘅，可能要伴一個同主也要伴一下出去搞，可能早晨來係要帶伊去鹽家村，來做一個土窯。你講空投油，要喺一個場地旁邊另外一個地方去做一個設計問題。因為頭先已經講到教奶嘅部分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聽到，你見到講到哇，我辦些時間有上到有教到嘅東西。按頭先講話要熱油吧，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有少嘅係講，譬如講，可能早晨咧食下，可能會去到奶然後可以去老媽地方，睇有同我哋觀眾朋友少嘅係講。因為一個都會包括到行業下發展嘅，因為你都3間8年部分。然後還有做一啲輕旅行的一個樣片，還有帶人去來了，去叫較差帶人去來了安尼可能做一條結合到啲可能xã區，可能社區嗰個發展同時可能信用嘅觀念嘛，伊個本身規劃嘅一個創意嘅舞台，做啲停車都啲結合，結合有報道好嘅，都帶人去思源農場，去一個有鹽家村，去採講也魚菜共生的蔬菜，然後帶過來去8個月的拿一些，一條是的，先從有買個東西帶去教人用去加工去做出來，可能來享受生產的。太好真是也因為有唔單止一好教，一好食，一可以用嚟體驗到我哋上下嘅地方。佢從我哋因為頭先我哋有講到嘅，xã區裏邊其實真係有20%，就差唔多喺我哋睇現實。佢從我哋平常時我哋做我哋講xã區嘅講話幾點以外，我哋拍嚟發通地方有嗰種我哋講譬如講各式各樣的樂齡的一啲發通。和之前攏有會在辦，因為每一年都冇相同，吹球啦，表演啦，也有學竹子鼓啦，還有獅子秀，可能要用影像來呈現像
前年呢哈，很多影响就是今年学嘅东西，哈，以后大字谱哈，过来做花面谱，哈，又學十字繡，哈，很多種一鏡到底哈，翕嘅3年，老人家吼，翕嘅吼，個精神真係好老人家真種咁厲害咯。馬家就翕老人家一鏡到底，部分係咪同我哋講說明下？而喺我講，喺講我哋無練習嘅做情形下，實際去翕一定嚟做事嘅樣嘅咯，還是樣咯？可能最主要是講，可能冬天哈，有啲春假嘅活動，一個係咧北客南移哈，嚟一個世界8個年嘅主舞。你底下咧就撈一片，同你今年學嘅東西都底下呈現一片。對基礎嘅開始啦，阿繡啦、拋家鼻，咁樣一概定。嗰時都一組一組嘅人，然後一鏡到底都錯嘅，反正一組人睇做可能十字繡、睇拋家鼻安尼，然後一組嘅樣式都聽到安尼啦，佢每年都睇做這個事情，然後讓你全部翕嚟。嗰個搞嘅時候很嚴肅，老人家冇很多，一做起嚟個要去下一個地方，我馬上要做下一組，所以電視劇啊，佢冇行過鬧呢咧，呢啲地方唔錯，如果重新來，所以翕嘅3年嚇，因為佢學呢啊，嗱佢標本年咧，好成日看下阿媽上天師嘅哦。哎呀，而且有時像我哋阿媽、我哋阿公來講嘛，也是一想那個哇，有啲留下一啲幫我哋咧子孫可能印象嗰時候，一路真是我zaman路真是我精神我鬼好，好，然後一下俾十四繡係咧係。佢講得最好咧，就係到下一站去開始我哋去種咖啡。好多人講有啲阿嬤咖啡館嘛，吼，因為阿嬤咖啡館當初做攞去成立一啲咖啡館咯。當初是因為老人家哈，伊本身就可能攀互動，係都弄擺多件，係都冇像嗰啲客人看到話，用米概念咧，按太同嘅三合一嘅咖啡吼，用黏啊唔拉黏。我對裝備嚟講一個。唔好對身體唔好，唔係安好啦。係你啊，上個冇老人家啲屋下泡茶喊喺手上嘅水咧嚟啉要冇氣氣啊！咖啡講個有個隻嘅嚇，你上個冇嚟訓練嘅話嚇，一個咖啡係咧前理事長都去學嘅佢教，教嘅老人嘛教好教你講理事長啊！老人家冇做到冇哦，佢咪見頭嘅哦，要嗰下要上臂啊，你講嗬，冇做。嗰時唔同嘅咖啡館係對開始 top 頭嘅，頭好快頭top 嘅，然後喺我哋講行頭嘅，然後嗱開始去沖咖啡，係啊，你意思？係要做包裝哦。要做包裝。要做包裝。你講係一啲唔係拿嚟搞嘅錯嘅。你要做送片話做賣哦，然學嘅2年哦，像攞杯先生來啦，有行嘢，後邊面有個進階有喊攞杯有名嘅咖啡師傅來嘛，搞到老人家拉花。因為要拉花佢嘢要計數牙時期快賣數咧話，牙媽會泡咖啡會拉花一個樣爺媽心情好，唔是輸錢冇去咖啡店一錢好，可是唔係講。通一般嚟講，比如講，有時我想到講可能睇嘢啥做事都比人體驗愈好嘅啦但是看好了唔係呢看好真是都把訓練成，真是都要做一個咖啡湯要不咖啡湯要傳承的嗰時前面嘅咖啡用嚟去種，用嚟去行，托體嘅，用嚟去行體嘅，行用嚟去摸，用嚟去沖嚟去話鹽米湯嘅看到。拉花嗰隻唔係要學喎，嗰時等於我哋係真實去教我哋嘅體驗上，都用嚟去經營一啲咖啡湯。當初一開咖啡湯人都開始嚟唔冇啦，冇咁厲害啦，
还能做还是去做一个咖啡吼，书香咖啡啊吼。啊，老人家讲，啊，还能又唔晓得做饼的啦，啊，全部嘅抢人生买嘅东西咯。啊，我冇安尼阿媽唔會做買嘅東西，啊，要做紅班嘅，都做500開吼，紅班嘅吼，請到記者啦，到人客啦吼，啊，到總管啊來啉咖啡啊。即個貴鐵撇啦吼。嗰種我哋睇見啥嘅學東西吼，其實即個冇感覺到伊迄個體驗，其實伊上嘅做法吼，伊嘛可以做幾好。啊，伊定對下尾我哋講阿媽咖啡店有乜個想法咯？首先下對下海一個題目我都等講。欢迎过来，福起来耶！上节目我哋来自高雄市旗山区盐湖沙旗发展协会嘅副群子理事长，来到我哋现场同佢分享講，伊哋辦嘅一啲阿媽咖啡店，伊哋咧阿媽喺裏邊學過幾多嘅事情，但是我哋睇見啥好多嘅做咖啡，包括拉花吼，以後伊哋即個感想一樣咯。理事長伊哋咧感想一樣嘅。老人家吼，啲碌卡吼。嗰種無人愛嘅樣嘅，講翻無人對講吼，啊，開電視日本電視看吼，都久嘅吼，底下咧又感覺伊可以資訊，年行落嚟吼，伊做技術，吼，係幾好人嘅路講吼，有一屆吼中山大學嘅碩士班嘅學生嘅來吼，啊，亦冇人講啊，同阿媽問問題有問題，我唔話啊，我先邊點問埋問題嘛，我韓東題就講唔是。阿媽也就專業吼，同阿公嘅專業吼，一天一條嘅。啊，唔過伊要弄嘢方式嚟同你講，啊，種伊咧特別咧生意嚟問我啊，一個咖啡樣泡啊咧吼，啊，又講到一句學生嘅話啊，慢慢度翕一下咯。阿媽係嚟講吼，一個係你阿媽專業嘅花師啊，因為也都係建議講嘅吼門診啊，一個東西。啊，係你阿媽就阿公係你唔可以特別對講，係咪教伊某個東西？啊，唔過伊要用嘢方式嚟講，係你都尊重伊。啊，你都底下嚟後咁啊，嗰行係安尼講都做得，係而家都安尼講。係啊，咁將一般嘅人來講話，譬如講我哋今日有機會去到人咧鹽湖沙旗去聊聊嘅時節。我哋咧沙旗裏邊有乜嘅可以我哋講，譬如講體驗嘅發通會，我哋去參加。係而目前係沙旗嚇，做體驗啊，做雪 Q 餅，雪 Q 餅，嚇，啊要做學做鳳梨酥，嚇，啊係研究有一條個半年行來學啊，係弄係農產品，係農產品一個記者送出乜嘅東西，係弄拿嚟做，係拿嚟做乜啊？做水果嘅一條醃製也好，還有係咧西愛玉。侬其實係咧特色係本身咧建造餅，嚇，咁你要做西愛玉啦，嚇，西有望下咧水果都幫佢加以排乾嚇，係洗好嘅，嚇，天然嘅，眼要排啲木竹依啲皮骨，嚇，就嚇啊買啲卡通嘅，弄下咧一條水果，切啲水果嚟做一條花。等於如果我用我哋西體嘅物產。好了，西起啲我哋咧體驗嘅發通，但是主要嘅體驗發通，今日嚟談好了真係幾豐富，譬如講雪 Q 餅啊，等那個鳳梨酥啦，它真係有啲問題嚟講，譬如講雪 Q 餅吼，等下同像我哋咧副理事長同我哋說明下，講到雪 Q 餅一樣做，但是我想到鳳梨酥吼，啊，你嗰邊有一啲行路啊嚇，係你本身咧學嘅雪 Q 餅係咧。係沙旗地方學嘅東西，伊本身都弄做弄堅果啦、餅嘅啦，吼，啊，就麥芽吼，啊，弄去台灣嘅家手吼，去做出來啷個切，啊，蕎米甲蕎米弄會變咯，啊，有啲人行落啊講，有煮啲團落嘅話，也冇記啊講有冇食買個東西嘅有冇加，有啲有堅果啦，有啲有那個乾果啦東西啊咧。就是隨自家嘅心意去加。啊，種係咧鳳梨酥都好特別，因為係咧用係前中關市嘅有機米嚇，去做出來嚇，啊椰米嚇都佢
有男士纸皮啦，又做邮寄，伊如像弄几家面，像死无的屯，国无没几家，全部拢几家来啊。伊邮寄有去做认证，很多屯客工有合作，所以安尼农教的其实农教的家政课伊都有一个配方。如一个配方去做一个黄金比例出来，弄下咧米糠去做皮，同一个面粉的成分在哪对啦？做出来行落设计的香味比下那个有膳食的纤维，所以一个特殊的一个产农作物加工。古时等于讲也皮唔係用面粉做嘅，係用紅去做嘅出嚟。古時其實對於有的人對嗰種膚質過敏感嘅人嚟講話，其實都幾適合身。幾適合。唔係故意嘅，做得講像控量10年嚟講，一個香嘅，都是把加溫。冇錯。也本身都香味都有。呢本身呢，同一條阿北美種嘅一條黃梨。因為黃梨有個芥末片，比如講太粒或者個細粒係對合作，對賣股嚟做係原料啊咧。喺度我發現講好嘅寵物哪裡買嘅？存下來弄人這個食咧。嗰種所同學理事長講，真係把嗰種人講買相唔係講按好嘅唔係貼太貼小，我都過細呀，真係可以加工做配嚟冇同嘅東西。安尼嘛，同農民一條泰國一條講啊，按日做嘅還能做同天數，像雞肉，做做營養分嘅分析，幫做咧同人做加工，多個一個農業區嘅雞肉嚟做本嘢嘅東西附加價值嗰個。因為這樣嚟談下落，真係我發現到講，其實我哋咧人夫沙其實真係好彩有一位嘅我哋講發展協會啦，同時有很多志工啦、理事長啦、總幹事啊等人努力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我常常會發現一件事情，譬如講沙其真係佢看人，有些人譬如講老嘅啦，冇得講咧，冇帶下人接上來嘅，有些沙其都真係本來做好沙其都冇人接下去嘅。咁人之間呢有相關嘅問題喎，譬如講人年輕人啦，好多有已經有講到講，我哋有時會禮拜六、禮拜日會行出來啊。但是要不沙期行下去，係其實還是按年輕人嚟講。唔種係家生意嚟也好，朋友嘅同學嘅生意也好，可能都有啲想法可能帶你咪天數，半日嘅天氣啲家種下，用下一嚟有乜種頭，我認識係種頭，我認識係啲東西。人喺成長過程中，也會多攞背去。可能最主要是要避嘅話，伊啲後生讀書和後生一下都底下對沙期有參悟到。唔記得咪出啲沙飛看過嘅，到一個年紀嘅，上可以講古來，唔就有地方講我有乜嘅執念，有乜嘅，唔對一個地方上嘅感情係有，所以唔要過放心。可能都換一條後生嘅底下講可能同留一條路，其他擺唔係鼓勵，唔會強鬆嘅。其實咱嚟講真係冇唔錯，因為其實我哋有時我因為講我哋生意咧太都喺外面工作，都外面是條路，都喺咧喺外邊。但是其實幾多喺外面嘅生意嚟講話，伊真係佢希望講，有一年冇得不用加時間，冇得講真係有一年，伊可以過去也俾。以前萬世太嘅地方，可以好嘅去生活。人夫沙期人這個經營都應該要讀到，感覺到幾困難嘅事情。鄉下人如果內向，嗰度做事情都唔敢，自信啊講唔啦，個費事啦。唔將可能有創新上，有研發中心，有可能農教研發中心的，好個東西，老輩就。總管嚟講，要做產品冇可能可以喺工作坊，唔好啦，一個東西樣嘅又唔敢，冇行弄幾百來，同強起來，弄幾間部，因為其他擺也本老輩嘅後生嘅看到唔驚擺鼓來，做鼓老人家，唔要做咧，工作都市20包你要處理行論同。時間咧，教書也都有合作過，也都嗰度東西，包括講伊其他擺人有想法，都講佢係黑阿爸、識阿妹開工作坊，
安尼如做加加讲啊，古来也袂有一个好的地方，啊又毋是住近，因为配合到一下室内沙飞，俺每天咧一个店面啊，啊做恁家喺路卡啊，俺老人家又看得到啊，哦，俺做的东西又做买啊，银行又做落啊，哦，安尼做个经济上的问题做解决。我唔错。还有个食材啦，因为其实真正讲啊，香港人强人贵都上下，因为讲年轻人要返乡，返乡做什么？一个现实的问题啊，你除非带钱带资金，无你讲带自家来传人过去，你等于带传人过去乡下无生意啊，唔係講伊做東西唔好，喺鄉下冇安太市場啊，但是慢慢的給他像同樣類似這種講，我哋有咩樣都可以做，咩樣都可以賣，都可以，真係可以，像冇說免租金啊，至少睇黑路卡嘛，嘛可以看到爸爸媽媽。但是有時喺鄉下吼，而且要生存下，伊真係話幾東西天數，或者其實係佢同我哋咧發展下邊有一點能力，或冇得講有一點地方可以天數嘅年輕人嘅話，年輕人古來我哋沙區裏邊真係會規劃嘅想法嘅意義。可能同前理事長也好，東南亞也好，可能一段係裝批講，可能同係幾個生活古比好。可能有同一個沙區吼，強比吼，大家人來參觀，吼，大家人來觀摩，吼，啊，大家學習，吼，可能是鼓勵講啊，一下唔係後生嘅帶鼓來也就認識喎，可能也就老人家，吼，可能也就吼，也就伯妹啦，就阿伯啦，吼，可能吼也就裝批來同人合帶入來，本人講，可能伊係沙區按多年來。有人來就有錢財來，冇錯。做生意做乜嘅吼，又可以一個方向啊呢。可是對我哋鹽湖沙區來講嘅話，伊唔單止係我哋睇人沙區嘅沙區地位，佢安心、佢安全地下生活，同時因為伊等佢多年嘅一個發展，比如我哋睇人沙，我哋阿伯啦、伯妹啦，伊等是嘛會學到幾多東西，同時嘛希望大家人有限嘅時間，可以來我哋鹽湖沙區來聊聊。今日我感謝我哋理事長來現場來分享很多案情在故事。好，謝謝，好，謝謝主持人啊，祝你哋觀眾朋友。歡迎大家來一個鹽湖沙區來聊，好，謝謝。休息一下喎，大家聽下你先上來，聽我認同哦。我跟福氣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